繼續嚟，上集講到保時捷啟動收購大眾啊，但係成個市場都唔睇好，歐洲同美國嗰啲基金全部喺個市嗰度沽空晒大眾嘅股票，就博保時捷呢鋪收購唔掂當。喺大眾嘅約束之下呢，保時捷根本毫無勝算。既然喺個規矩之下打唔贏，咁就唯有打破規矩咯。保時捷一邊喺度繼續默默食貨，一邊呢將德國嗰部大眾法告上歐盟嘅法庭，話佢違反自由競爭啊。咁德國係屬於歐盟噶嘛，咁理論上係肯定要聽翻歐盟噶啦，國有國法，盟有盟規，喺歐盟嗰度盟規肯定大過嗰啲國法噶啦，就連德國都冇情講啊！呢場官司打足2年幾，終於喺07年嘅10月份呢，歐盟法庭卒之就廢咗嗰部大眾法，亦即係話保時捷就只需要跟翻德國嘅大眾法，啃低大眾嗰75%嘅股份，就可以完成呢單收購啦。而07年全球經濟正處於巔峰，專賣貴價車嘅保時捷嗰年就賺到盤滿缽滿，而10月份嘅大眾法又俾人廢埋，保時捷就梗係食住個勢追住嚟打啦，扯行佢繼續撲水大手掃貨。